轉講下1號戒備信號生效，天文台聽日稍後到星期六朝早評估係咪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熱帶風暴蝴蝶繼續移向海南島，暫時遠離香港。上晝曾經有陽光，到下晝不時天色灰暗，仲落起雨。同蝴蝶相關嘅環流咧，而家正覆蓋住廣東嘅沿岸㗎。而從雷達圖像，我哋可以見得到同蝴蝶相關嘅一啲狂風驟雨咧，而家影響住珠江口一帶。1號戒備信號會喺今晚到聽朝維持。天文台預計蝴蝶聽日掠過海南島之後，會移向北部灣至雷州半島，之後轉向東北進入廣東西部內陸。週末期間稍為接近珠江口，撲近香港。天文台會喺聽日稍後至到星期六早上評估係咪需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有氣象學家話，熱帶氣旋進入內陸之後會減弱，但係仍然會帶嚟大雨。喺歷史上邊呢，無論颱風喺東邊經過香港嘅北邊又好，或者由西邊向東行經過香港嘅北邊都好啦，往往都會帶嚟大雨嘅。咁大家印象即係仲係猶新嘅一次咧，就係海葵啦嚇，嗰次為香港帶嚟呢個所謂世紀暴雨啦。而偏南氣流帶咗好多水分嘅關係啦，咁所以都有條件造成大嘅驟雨。但係因為佢第一距離遠啦，第二咧佢移動嘅速度咧就比海葵快好多嘅，咁所以咧嗰啲雨咧就算係大都好啦，都唔會持續，都唔會帶嚟一個所謂大暴雨嘅形勢。天文台預測下個星期初仍然會有大驟雨同埋雷暴。無線電視記者魯卓敏報導。